容我把它原汁原味的再念一遍给大家听。抓一个媒体报道写得非常清楚的啊，我念一遍给大家听，然后大家再跟网络上面现在疯传的这个留言比对一下。这媒体写说，这个媒体是我觉得报道是客观这个完整的。张善政说，生过小孩当过父母就知道，父母最在乎的是产检有没有问题。我们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，没有结婚不是罪过，但是因为他没有生过小孩，他不知道这个心。在乎的是产检如果有问题，后续医疗应该如何处理。我再念一遍关键的几个字啊，我们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，没有结婚不是罪过，但是因为他没有生过小孩，他就不知道这个心。因为我们在讲我们新住民到台湾来前6个月没有健保，但是如果怀孕了也是没有健保，我们要改变这个政策。所以呢，我们认为说新住民来台湾前6个月没有健保，可是怀孕了，我们应该给他健保。那蔡政府当时的回应说，哎呀，现在产检已经有补助了，所以不用去给他健保。大家知道这回应什么吗？重点不是有没有产检，重点是产检检出来有没有问题，这是父母在关心的事情。所以我再念一遍啊，容我大家念一遍，因为我觉得网络上面断章取义啊，已经到了霸凌的地步。我们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，没有结婚不是罪过，但是因为他没有生过小孩，他不知道这个心。所以呢，蔡政府回应说，产检已经有补助了，为什么要给他健保？很多朋友看了现在网络上的很多，我要说，昨天我讲这段话以后，被断章取义，说我歧视女性，铺天盖地的，甚至有很多脸书上面的不认识的人都来说，张善政，我们周围很多人觉得你讲这个话，歧视女性，我们觉得对你非常失望。我要反过来讲，我说我们如果不能够去照顾到这些已经怀胎的这些怀孕的父母，关心子女未来生出来以后的健康，而不给他健保，我要说我们在歧视这些已经怀孕但是没有健保的新住民妇女。所以我再重复一遍，我重复了很多遍，但是我觉得要讲3遍才能够讲到说我们原因原味是什么，原汁原味是什么。我们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，我说我们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，没有结婚不是罪过，但是因为没有生过小孩，不知道这个心。蔡英文现在的政策说有产检就好了，有没有体会到真正怀孕父母的心？请大家扪心自问。然后今天我们这个记者会在讲这个反数位威权，各位，我刚才原汁原味念给大家听过以后，请大家谢谢在座的媒体，请你们也我刚刚念的原汁原味报出去，再请我们社会各界看看昨天网络上面传来传去的这些所谓的留言，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网络霸凌？网军带风向带得多么过分？所以我现在念完这个全文以后，回答你的问题，希望说有完整呈现我昨天的完整讲话内容，有没有歧视？各位自己看了自己知道。是好，那中间这位。好。那个后面也是说，你有生过小孩，应该会让有一些就是可能。好的，谢谢你提醒我。好，有很多人都跟你做一样的提醒。那如果说很多人真的看了我这样的讲法，还是会解读成你那个样子的话，我把这些话收回，我重讲一次。啊，蔡英文总统，请你体会天下怀胎的父母心，给我们新住民已经怀孕而没有健保的这些台湾媳妇，支持我们的政策，也给他们健保，这样可以吗？请蔡英文跟我们一起来体会已经怀胎的父母心，让我们新住民已经怀孕的台湾媳妇，但是没有健保，支持我们的政策，给他健保。我收回我昨天讲那个话，我重新用现在这个方法讲一遍。请问大家可不可以抓到我的重点？没有在歧视有没有结婚的人，而是在讲说不要歧视已经怀孕的台湾媳妇没有办法纳入健保，这一批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重点。大家都可以看到，昨天的网络完全
在带风向，偏离了重点。我昨天讲的重点是什么？刚刚已经讲了好多遍了，不必再重复。也谢谢这位媒体的朋友，你讲的说啊，这个解读还是有可能有负面的空间。我刚刚讲了，如果有很多人是这样解读，我收回，然后我重讲刚刚这种用正面的角度来讲。昨天，我看到后来网络上面出现一张蔡英文抱着一个小 baby 的一个照片，非常的温馨。我希望蔡英文你说到做到，你既然关心小 baby， 对于还没有生出来的台湾的小孩子，你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关心？不要因为他们的父母，尤其是母亲，不是我们原来台湾出生，而是我们的新住民，就给他不一样的待遇，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歧视啊。所以我刚刚在讲说，我用一个比较正面的讲法，蔡英文，请你体会我们已经怀孕怀胎的父母心，关心这些没有健保的新住民妈妈，好吗？谢谢。好的，感谢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张院长刚才完整的重述以后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希望蔡英文展现同理心，而不是有其他只字片语的截断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请这个乃瑜。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对，我刚刚已经讲了说，昨天这么快的网络的这种铺天盖地的批评我，而且是断章取义，我刚才念了我的全文给各位听，所以这位媒体朋友，我觉得我非常对你讲的话非常回响。韩国瑜被黑了好一阵子，现在张善政出来了，要找我的黑材料好像不太容易找，所以从我讲的话里面抓这些这些各个单字啊，把它组合成他们要的这种黑我的语言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痛心。韩国瑜讲了100遍了，希望有一个干净的选举，可是现在完全没有看到，没有政绩，只好在选举的时候拼命打负面牌，让我们非常痛心啊！谢谢。